好，开始哈，好， 128页。八页，好，第二段，想到这，真心吐大气，讲，哎呀，我见笑，我这号的吞论，还是好，这号的吞论，若甲伊来比，是真毋真？这是第八条，真毋真咪？真毋真咪？咪。毋过我当知影，我活伫，这应该是第八条，我活伫世间，应该是世间，这世间，亲像第八条，对，这世间应该是这世间，好，是我活伫这世间，的确着用吞论来做成我的工，对这点了后，站代志，真心拢是用吞论来卡赢。卡赢这个词我毋捌听过，卡赢是来啥物意思？较赢就是赢哦，卡赢较好的意思，卡赢来来较用吞赢，卡赢。来赢过别人啦吼。我之前听过较输，较输就今是，今嘛才看到较赢，对应该就是倒兵的意思，较对输甲较赢。对对，好，继续好啊，吞论的辣热要紧啊，啊毋是对，这是第二条向好君啊，当时你的压迫威胁，那准是渐咧教我吞论的身世啦，迄个渐，敢是渐的意思？严，渐，敢是渐，也是别的意思？应该就是严格的意思啦。我好，嘿啊，渐，看卖。就是严这较是严格，好，我来记一个哦。好，这是的，好，继续，严咧教我混论的身世啦，向好身世啊，伫遮袂禁的感谢你的威严啦，好，你干嘛来读一遍？来，我来读。想到这，真心吐大气，讲，哎呀，我见笑，我即号的吞论若甲伊来比，是真毋正咪。毋过我当知影，我活伫即世间，的确着用吞论来做成我的工。对即条了后，站代志，真心拢是用吞论来较赢。好啊，吞论的力偌要紧啊！向河君啊，当时你的压迫威胁，那阵是严的教我吞论的先生啦。向河先生啊，伫遮袂禁的感谢你的威严啦。好，继续后一段吼。了后，向河君甲真心一样照顾是好朋友，照顾了解，照顾是好朋友。正亲像是讲出业中学心决意，无想巴肚，毋是无想巴肚趁大利，心入小学那锻炼
为什么是锻炼？锻炼就是锻炼，哦，所以讲这是台语的讲法，毋是锻炼，是锻炼，嘿，哦哦哦，头摆听着，好，嘿，我来记一个锻炼。这个词锻炼，系啊，毋知影为什么我应该爱定定听着，啊，毋过我拢毋捌听人安尼讲。我但是伫教会，我伫教会才学嘿，着，哦，系啊，因为我讲这个词甲华语就真接近，啊，毋过毋知影为什么真罕伫听人讲安尼。哦，好，锻炼，好，嘿，心理消耗那锻炼，好，安尼好，继续转转转入思院心智间，叫心智间。嘿，好，这段你敢若来读一遍？你我个头了，哦，好啊，讲我讲拄则想讲即个诗有淡薄仔困难，好，继续读哦，嘿，后四段好，十个十个可无我悲，带你读好啦，嘿，因这歹读啊，好，系嘿，啊，我先好啊，读来。好，了后向何君甲真生一样照顾是好朋友，正亲像是讲，正亲像诗讲，出业中学心决意，无想别途趁大利，深入小学那锻炼，转入私院心智间。意思你知无？好啊，会使了解，嘿，哦好，啊，有一个迄个第三段迄个吼，第三段迄个是心理消化，迄个心敢是身体的意思，迄对对，个人应该是，理消化，嘿，好，安尼就了解啊，好，好，啊，第无二歹问题，段，第二段我先嘿，读一遍啦吼。好，十个苦杯着担当，十个苦杯着担当，嘿，这话迄个哦，十个好，先读了好，是个十个了解，啊，毋过苦杯苦杯，是啥物？基督教就是十二家加这个，嘿，毋是，嗯，苦杯就是对苦，对苦，比如讲苦米的杯啦。迄个苦是啥物？这个苦苦就是苦。苦的物件，哦这歹啉了的苦的解了解，物件啊。接苦的迄个苦，了解。杯就是嗯，cup 哦，嘛，杯啊杯，杯啊，对。了解。啊，好，所安尼就了以十解啊。个甲苦杯拢爱担当，因为这苦杯是出处是安尼的，圣经内底，嗯，耶稣基督，伊敢若捌对上帝讲啊，就是莫互我啉，莫嘿，互我啉这我无法度通啉落去的苦的杯就对啦。嘿，但我无啥记哦，住，但我了解，想着，好，就是莫互我去做有着我无法度担当的代志安尼。哦，了解，好，我袂记得伊是，口碑，我记得嘿，是讲这苦杯，嗯伊就是安尼嗯，个，伊个翻译就是翻做苦杯啦吼，就是讲这苦杯意思，我已经袂记啊，是讲啊这苦杯我会啉的，但是你啉袂起，我毋知是毋是家己学生安尼讲啊是安怎，我真也袂记得讲这个苦杯的出处是啥物，反正差哦，不多就是安尼啦吼。好，了就是解，知就是影意思，知迄个意足思。歹啉的，别人要啉袂落啦吼，即种物件。哦，嗯，了解，嗯，所以十好，二家就是伫基督教来讲，就是一个嘿，足大诶、足嘿，大诶负担嘛，是伫嘿，就是做嘛，是，歹家己诶，该拍，嘿，歹起来就是足大诶负担，啊，哦，才会对好。住到落，才会对住到落园，接话对主到落园，诶了解。诶，何况将来传到传到一
这个节是什么意思啊？我哪看无？系啊，节敢是哦节假迄个意思？这个声调敢有对？节假，应该是敢是共款的，敢是这个字？职业，等下我看嘛，若欠吞论无节照节位嘿，团岛的节位安尼，将来节团位对了，团岛的职位哈 ，OK，就是何况将来团岛的职位，若欠吞论无照证哈。看好，好风，好风将来团岛节，团岛应该变调吼，团岛节。若欠分论无交证，好，了解意思。OK，好，咁我继续读咱继续听。后一部分。拄起即个人，一早起有人对净水，之前无听过即个人敢应该是新的名吼，对净水溪歹势，这是地名，迄个溪的名好，净水溪，好，对净水溪走来报金星讲，恁阿嬷过身啦，金星接到消息，就拍电报去过先庄，互老母，因为志勤即帮伫落家医院咧教院长约囡仔。好，了解意思。那迄个等者，迄个即帮敢是即阵仔的意思？迄个帮，即帮就是这一次。即摆的意思。对，了解即帮。好，来我来记一个。即帮，了解。好，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好，拄起一个人，拄起即个人还是？即早起有人对净水溪走来报金星讲，恁阿嬷过身啦。金星接到消息，就拍电报去八仙庄互老母，因为志勤即帮伫罗家医院咧教院长摇囡仔。了解。迄个八仙庄因为是地名，所以爱读迄个文音八仙。对，系啊，应该安尼应该才对，我拄则是他们对去啊。继续。对啦，我毋知影。对，系啊，应该是安尼啦，就是安怎读我嘛毋知。系啊，正常来讲，人名地名应该是文音。无一定啦。应该要谦虚。地名就歹讲就歹讲啊，对，系嘛是。好，继续后一段吼。后一段，金星，我来看。好，金星夜起通知一组了后，伊即摆应该未结婚哦，要是迄个fiancé的关系吼。好，通知一组了后就做伙转去，做伙转去。我看卖后壁即段活长嘛是短好，两段斗阵读好啊。好，到厝备办歹势备办丧钟，观察伫丧钟观察伫厅边。一组啊，无适合有忧闷的款式，真心奇怪。迄个款式，忧闷的款式，
迄个时合是啥物意思？丝无时毫，合。哦，了解了解，无时合有油分的款式，了解意思啊。关系，好，款式，哎，款式，好做食就变成 SEK 去啊，款式，哎好，款式，哎，好，这两段你感觉来读一遍？好，今生也去如儿通知一主，了后就做伙转去，到厝备办送葬，观察伫厅边，一主无丝毫有忧闷的款式，真生奇怪。好，继续好，嘿，好，这条长个拄到的毋捌的字，咱就来查袂要紧吼。好，好，死人要伫厅边，因为久久无伫咧，内面无备办。无咁伫地，伊敢毋是第7条，也是伊写毋着？无伫第7条啦，是第7条无毋对啦。系啊，毋免变调哟。无无伫变调，免来读系啊，啊。毋是变第3条，无伫咧。伊敢毋是无也是无伫？这对啊，这声调吼，一嘿，般讲话是无所以讲伫地，哦，无歹势，你变轻搁讲一摆。声，无无伫伫地。对吼，就是倾写着伫，就是读第7条的原头调。前才会读本条，原来是但是伊若我写就记一个变成怪怪变的。成爱变调就毋是咱惯习的讲法吼。对对，不好好要紧。了解。等一下哦，我记一个，这是爱读轻声是惯习的读法，无伫爱有轻声，无伫我读较慢吼，无伫地，安尼读吼，轻声安尼读，无伫地，好，久久无伫地，内面无备办，老母说法，真心就去别人兜歇眠，一主都去因爸母厝，已经暗，真心当算了，就去，一主也上路，就对伊去。若是真心无咧拍算，一主有咧想什么？我有一个问题吼，就是伊主伊后壁拢有迄个伊敢是就是人名后壁应该是人名，关系？人名后壁伊主了解伊主了解。好，继续好，行的时，迄点已经10点外，乌天暗地，伊主忽然牵真心的手，叫讲真心真心掠叫伊看到什么，问伊讲啥事，伊主煞用伊一手摸真心的镜头，迄个摸是啥物意思？摸摸的意思哟。摸毋是摸是摸即个动词，我所知就是，比如讲，甲衫摸伫你的身躯，即个叫做摸，披上去吼。但是伊即嘛是用手摸，我都无解清楚啦吼，是毋是用手去换安尼，手按上去安尼吼？咱来查一下，查一下。好。一般是衫啦、布咧，即种才有法度摸嘛。即嘛讲手摸啊，较大吼。摸你看吼，覆盖吼，拍伫顶头嘛吼，披卡吼。
厝挂满草，哦，这是例句啦吼。顶面用树啊，甲伊满的。嘿，哦，你看手满金甲头啦，嘛是安尼讲。哦，对对对，你来顾家好，今仔日才学嘿，着。摸好手摸金甲头，嘿，我一般我是会想讲是换伫金甲头吼，但是伊讲手花的金满。甲头，嘿，好，满脏水吼，这个知吼。满互满吼，会使做动名词互对满，对对，互满就是好语义啦摸吼。嘿，是，哦，了解，即我两捌听人安尼讲，满载官人甲伊买，是啥物意思啊？即我都毋知吼。嘿啊，这是啥物意思？摸在关联甲伊每一变做是，毋知。嘿啊，袂使，等下我无了看下解，草满互你做名词用的吼，草满摸满，这，红嘿啊，裙满嘿啊，哦，红裙满就是迄个啊嘿啊，嘿，scarf 啊。啊，红棍摸是啥物？围哦，对巾。对，啊，原来有这个讲法，我红棍今日才看着吼，摸，哦，环满毋知啥物件，哦，我都毋知吼。今仔日才知影诶，scarf，嗯，诶，原来是安尼，我满的。记一个，scarf，红棍摸，嗯伫倒位啊？嗯嗯，遮。嗯哦，环满是外国人の嗯収入または引き回し。什么意思啊？嗯，收入是啥物啊？你知毋知？我查一下。收，长音，长音要哪拍？诶，收入，毋是收入是收入哟。嗯，收，收这啥物件？这啥？我毋知。毋知，秀哦，秀嘛是甲迄个啦，甲 scarf 共款差不多的物件，哟，类似披肩呐，围巾哦吼，较show 水，袖较大较宽安尼 shawl, ，wide scarf。shawl, a shawl is a white scarf. Oh, that's worn across the shoulders. Oh, okay. Okay. If you are attending a fancy party or cold night, you might wear a soft shawl over your dress. 或者叫披肩安尼，嘿，哦好好，OK，叫做环摸了哈。摸哦，环因为是西洋的物件，对，这环摸哈，这个环摸这红棍摸了解， ，OK，红棍摸，所以环摸，你环摸外国人咯，收入嘛，但我后壁毋知吼，反正就是这物件叫做环摸，OK，嗯，啊这厉害，满载官人，我看嘛，满载官甲伊买，无人啦，你写啥？嗯无人嘛吼，嘿，满载官甲伊买，对，一路不动产をそのまま買い受ける。
哦，意思是讲，嘿，伊买即个物件的时阵，含债权做一个买，啊，哦，吼、含在关做一个杯，就是迄个哦附带的意思伫遮吼。啊，哦，共就是即个哦，债权，斗阵的意思哟，即个物嘿，件用债，即个物件有甲债权嘿，抹伫顶头啦吼，做一个买就对了哦，吼。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呵嘿呵， ，OK，所以抹安尼你知整个这意思就是 cover 伫顶头就对了啦吼。哦好，cover 伫顶头，嘿，就叫好，做抹。了解了解，啊，各种嗯，用法这拢是 cover 的意思。主要这无，这讲 cover 有啲怪怪啦吼，手抹肩胛头吼，嘿，就是手下伫肩胛头顶头安尼吼。嘿，是，其他的拢安尼了，差不多是 cover 的意思吼。嘿，OK，是，啊，做名词的当然用草抹、雨抹、颔棍抹、环抹吼，各种抹，看你要安怎抹，呵呵抹伫身躯顶就呵，对了吼。是，抹伫身躯顶，嘿，嗯好，啊，咱转来即只，还是非常多啊，只吼。嗯，好，所以抹好。手的摸都叫对摸，手好，多谢好，伫较后壁诶所在好，摸，伊一手抹真身，抹是迄拽头一个字，对抹一对，头一一注抹刷用伊一手摸真身的镜头吼，好，好，伊诶镜头佫讲真身啊，也要哦，也要精意，真身诶镜头，互伊热热热诶热热诶吧。烫烫一个真疼，就知伊诶心底有啥物有秘蛇，迄、个有秘蛇哦，比较好抓，大一尾抓，有秘哦，好好大诶就滚路滚路滚路是啥物意思？大诶就滚路大诶大大诶哟，大大诶啊是啥物？迄个是诶大诶就滚路嗯就滚路，是啥物？毋知呢？看无？系啊，一注看无？无欢喜。哦，OK，嗯手滚路，嗯，应该是手冷开的意思啦，吼。咱甲看咧啦，吼，继续看，哦哦，好好，个，就滚好，继续。一主无欢喜，人生讲啥事安尼？惊毋知我诶事，诶，我诶怪事也时未啊，我诶时也未到，正道甲名声着保守，排族兵变两个就各起恶年。哦，了解意思啊。好，这个头前即个嘿滚嘿，路我是毋知咯，大诶就滚路嗯就滚路嗯就滚路，我想是应该是因为后壁是应该读轻声较对吼，就嗯滚路嗯，大诶应该是第七声吼，应该第七声大诶就滚路。嗯，大 A 就是大力啊，用力吼。哦，嘿，啊棍，我咧嘿，咱来查一下什么叫棍。滚，好好，即个嗯，哦，棍，好，弯滚，有棍照，嘿，嗯，棍，遮
棍照，棍照哦，什么叮当，振りほどいて逃げる。激しく振りほど，就我无介理解，但是躲开的意思嘛，吼，多开嘿，躲走，好，好像是拼命挣扎这样的吼，躲开嘛吼，叫做棍多开，拄则讲棍路，棍路，大个像棍路，啲路咧，咋子？我看这是毋是有安尼讲法？无。路路，行路行路路，行路路，哦，行机的时阵讲律路，啊，路计个钱，这是啥物意思？我看无。路，路，我有个字无？哦，遮，嘿，哦，哦，小可多，伊个解说就这，字母，行路路，一个，哦，这什么意思？一个小可多。ピッコを弾きながら歩く。do 金峰渐进。ひょこひょこ、ひょこひょこと少しずつ進む。金峰渐进，这样意思。行路路一个，路一个，是安尼意思无？路一个，行路路一个，路一个嘿，啊，路一个嘿，看起来是这个意思。行路路一个，啊。行路路一个，啊，路卒就是行机的时阵，甲卒塞进前叫做路卒。路卒，哦，了解迄个路，会使想到迄个动迄个作，动作吼。啊，是价路，钱随即钱路，我毋知这什么意思。价钱随即钱，一仙，歹势应该是一仙。价钱随一仙路。一仙日子内当他是去下价钱随一仙路，应该是讲价钞是一仙一仙，你一仙一仙你加添安尼啦。哦，好，了解。incremental by 1 cent， increase by 1 cent 安尼吼。OK 啊，所以转来到遮讲大个就棍路，就棍是练开，是，路是行路，所以我也是路。哦，
你就想讲，若敢若你杀猪啊、杀鸡哩的时阵，迄个动作，有无？甲手滚甲，因为伊是手甲搭调的嘛，伊就甲滚住，拨开就对了，挣扎拨开就对了。好，有一个词你可能毋捌听过啊，想说你看，我拄则讲灵，嘿，靈的確毋捌聽過。即個靈，有無？骹手邊撒開，嘿，撒開，嘿，叫做靈。所以我用即個詞講，但是你可能無理解，所以你嘛無法度理解我咧解說啥。靈，嘿，靈，嘿，靈 LENG，是伫倒位啊？靈，遮。对啊，後壁佫遮濟攏無解說吼，靈吼，骹手18啥意思嘛？那是 kino keru。囡仔囡仔咬冷被，囡仔咬冷被，嘿，冷就是我拄仔講骹手甲撥開你迄個。靈就是，比如講你互拔，你骹手你身軀去互拔掉的，你甲迄鎖啊，擰開安尼。了解，嘿。所以迄個擰就是迄個動作，擰就是你去互拔掉的，你掙脫開來叫做擰。好，了解。所以就是愛講咬冷被，就是本來你。超工用迄個被甲迄個囡仔包掉的，但是囡仔咬冷被，就是甲被攏從棉被裡面掙脫開來，安尼意思就是安尼吼。了解。去互伊冷罩，去互冷罩就是讓他掙脫逃跑。好。冷罩毋是跟他逃跑吼，冷罩迄個冷字就是表示講伊是掙脫開來，譬如講伊是本來去互拔掉的。是想個辦法去想辦法去甲固定掉的，伊就想辦法就掙脫開來。迄個掙脫開來迄個意思吼，就是靈。這是田吼，田蛤啊，應該是田蛤啊吼，就青蛙啦吼，卡路吼，青蛙，田蛤啊靈，就是啥物？就是蛙蛹。因為在學着。安尼是安尼。田蛤仔靈就是蛙蛹。靈。因為是迄個動作，迄個收水的動作。對，你收水的時陣，敢若田蛤啊，你靈安尼啦，嘿。嘿，田蛤靈吼。嘿，足趣味的。足趣味，這攏無反對吼。除了這個有其他都這個是主要的用法吼，冷被安尼啦吼。其實伊毋是敢若骹手，就是身體嘛是反正你想辦法掙脫逃開，就叫做靈吼。好，咱轉來這隻，我拄則直你解說靈，就是就是大的就滾，大的就滾律，滾。拄則已經講滾就滾路，滾就已經是正滾就這樣，正扎嘛吼。是。就滾哩。嘿。來先。滾第三，滾吼。正扎嘛吼。對。滾路。滾路。路就是講什麼輕聲。一步安尼，輕行路安尼嘿，滾路。但是迄個攏無，我感覺迄個我解說攏無迄個律詞的迄個意思，應該是才是佇遮用法，就是你甲物件，你甲迄個棋子吼，甲迄棋子，阮個叫棋子，甲塞進前，嘿，甲棋子，甲吐進前安尼。所以人甲你手甲你掠掉，你甲捋開，迄個律就是。
就是迄个动作就叫做律。我好看卖，但是伊的律解说呢，安尼，譬如讲吼，我若讲到律，我有时仔想着讲就是甲翻灭，甲翻灭字，甲翻灭甲律掉安尼，但是伊无用着，伊无讲到即个律。律，那安尼我是迄个律是啥物？律，即是律，律。我安尼我迄个翻迄个音应该是即字才对。我理解错误啦吼，我理解是即字，毋是 LUH 吼，是即个律吼。律即个律律才是般迄个若的律，意思嘛对，嘿，律，律插律头毛，我甲即个意思甲就系啊，真误解一下吼。亲像呢，系啊，嘿，这才是我拄则讲的迄个意思。我确定啦，这就是律过门律仙有无？律仙，嘿，律仙就是甲身躯顶的即个仙甲律掉。律过掉，门嘿，就是抬过的时阵爱甲过门律掉嘛。对，嘿，律过门，律土豆毛有无？律土豆豆毛毛是花生把律掉，就是花生膜，花生膜，嘿外嘿，皮无？是爱律掉，嘿，嗯这拢是律的意思嘛吼。其他莫讲吼，就是即个意思，就是我所讲的即个律啦吼。因为伫即只讲甲手甲律开吼，但是写律啊，所以我即个我就无解识啊吼，律，拄则讲律字，但是我感觉迄个律基理就是迄个律才叫 LUT 啊，毋是 LUH。我较早拢是认为发音拢是发做律 LUT 啊。所以 LUH 吼，伫遮是毋是迄个意思？我无解清楚吼。咱过来看，对遮开始看，真心会镜头，互伊热的肉烫一个真疼，就知伊的心底有利蛇。大的就滚律，大的滚律，叫滚律，歹势我咧发音嘛发咧无准，就滚律，叫滚律，大的就滚律，所以就是大的，我相信就是甲伊的手拨开啦，因为伊手搭换伫个金架头嘛，伊就甲拨开。一主无欢喜啊，你拨开伊就。是。所以相信就是迄个动作。嘿，是。好，安尼我对头就来。嘿，应该要。好。咱有读煞。嘿，有这段我拄则读煞吼，所以讲到你来读这段。时人还伫厅边，因为久久无伫地，内面无备班。老母说法，真心着去别人兜歇眠。歹势。一主着去因爸母厝，已经暗，真心丧费算了就去。一主也上路就对伊去。若是真心无在拍算一主有在想什么？若是真心无在拍算一主有在想什么？应该是几句意思吼。好。今的时迄碟已经10点外，乌天暗地，我会变调吼，因为这连做一个读。乌天暗地，一主忽然牵真心的手，叫讲真心真心掠叫伊看到什么，问伊讲啥事。一主煞用伊一手摸真心的镜头，佮讲真心也要浸伊，真心的镜头，互伊热的肉烫一个真疼，就知伊心底有米蛇。大的就滚律，一主无欢喜，真心讲啥事安尼，敢毋知我的时还未到。正道甲名声着保守，埋葬明白，两个就搁去学呢。
哦，这颗真心已经啊，嘿，啊，好，这实在是嘿，这个讲我也唔知我的时也未到吼，这句是圣经嘿，内底耶稣基督的讲法啦吼。哦，嘿，但是嘿，我袂记得是当时伊安尼讲的哦，所以讲你我可能即马看圣经。讲迄个是，哦，好，了解。所以这个诗，伊伫遮真心讲迄个诗的意思，应该就是讲结婚的诗，敢是即个意思？应该是安尼吼。意思就是诶，谈恋爱的时也未到啦，嗯，交查哦某朋友的时哦也未到。哦哦，了解是即个嘿，意思。嘿，好，哦，了解，哦哦，嘿，好好啊，好，伊讲那么有后壁继续读讲正后段，正道甲名声嘿，就要保守啊，就是嘿，嘿啊，就是爱有迄个名声，好好，嗯好来继续读。好，继续后一段好，对，经过有遐久，一主啊，愈学足业了，小愈学也有教。一摆去八仙庄啊，就是头前出现的嘿，迄、个诶，对，八仙庄找志勤佚佗。这段短短你感觉来读一遍？好，经过有遐久，一主啊，愈学卒业了，小愈学也有教。一摆去八仙庄找志勤佚佗。嗯，好，继续后一段好。嘿，一暝真心得哭，忽然看见什么异异乡，异象啊？了解，看见异象，看见一个老人手白白水到，嗯，水到水到心水水到坎，胸坎，所以这是到是讲迄个喙手喙了，手嘿喙对，手到胸坎，伊的面有光，伊的衣裳甲嘿衣裳甲人各样，徛伫面床前，伊的骹无看见，是伊的衫喊过头，伊无无打伫老帮里，老帮有一束悬，叫讲真心看伊讲，自行我伫遮，伊讲着自行，自行看伊讲，我伫遮，伊讲着拄起即个人，着拄起即个人，真心在想，我是病还是神经衰弱，还是食着被消化的物，在看着伊，想毋出，问伊讲要拄安怎？伊阁讲拄去，伊的声真切，宛然犹太人咧画马顶耶稣。真心爱问到，这是什么？大地，大地问到大地，哦，原来有即个用法，问到嗯，大地，就讲要拄什么人，迄个形象忽然无觉看见，真心一发交疑，是迷茫，毋久嗯，知怎样？知知这个变样，调可能是应该是第声调写二条，毋对嘿，第二
应该是第二在条才对吼。第二条，嘿，嗯，在阳明帮无倒地，就转会看脑筋。即个头前迄个明帮无倒的，迄个倒是啥物意思哈？明帮无倒人的，生一环交易是面帮，毋过怎样面帮无倒的？倒，哎呀，为虾米明帮爱讲呃，倒？我看头前吼，上开始讲一暝远真心得困，忽然看见异象，啊，伊即当中就咧困啊，嘿啊，伊就咧困啊，嘿啊，啊，所以面帮，我本来想讲伊是迄当中无倒咧面无倒咧名称，啊，就有咧困啊，嘿啊，伊有咧困啊，嘿，嗯，嗯，是继续看落去，好啊好。你甲看故落，在阳明帮无倒咧，就转会看脑筋，已经半暝后2点，毋是2点。好，真心将即赞藏伫心内。嗯好，了解即段好。他说好，我来甲读一下吼。我嘛是看无讲无倒咧是啥物意思是吼。啥物意思？一暝远真生得困，忽然看见异象，看见一个老人，喙手白白，睡到胸坎，伊的面有光，伊的衣裳甲人各样，徛伫面床前，伊的骹无看见，是伊的衫冚过头，伊无伊无搭伫楼房，离楼房有一尺悬，叫讲真生真生，真生自行看伊，讲我伫遮，伊讲着拄起即个人，着拄起即个人，真生得想，我是面盲，还是神经衰弱，还是食着未消化的物，得看着奇。嗯 OK，嗯想得看着奇嘛吼，着想嘿啊毋出，嘿，问伊讲嗯要拄安怎？伊佫讲拄去，伊的伊的声真切，宛然犹太人伫画要顶耶稣，真心爱问到大底，就讲要拄什么人，迄、个形象忽然无搁看见，嗯真心一发摇移是面盲，毋过怎样面盲无倒咧，就转会看脑睛，已经半暝，已经半暝后2点，真心将即站藏伫心内。嗯，迄好，当中伊是无倒地就对啦，可能是安尼。无啊，但是伊就无讲你困啊，倒咧，但是毋过就困去啊，嘿伊醒起来已经嘿，无倒地安尼。嗯好，这了解，就好。好，嘿啊，毋过嘿，了解。无你要好，继续读咧，还是已经10点啊，敢爱读嘿？迄个另外迄本历史还是无咱个读到26只？ 20好啊好啊，好，嘿，我看卖。系啊，都已经差不多爱结束啊，好，啊，就继续谈吼，好，后一段嘿，吼，好，假无几日，老母来面有忧闷的款嘿，甲真心讲一主啊，即即几日有患着大歹第第7届，真心点仔久问讲，检实在讲实在，证据明明，拍算着互
气。为什么讲迄个我也是毋知影，毋理解迄个犯着大歹第七届，为什么犯大歹，阁有分第几摆安尼？咱继续吧。继续看好啊，好，讲实在正古明明，拍算着和气啊，和气是啥物意思？和气，好义气啦。和伊气哦，拍算着和伊气，好了解。伊是无写好伊啦，但是就是意思安尼吼。和伊气啊，了解。好，若无惊了会碍着你的碍着你的将来了解说和伊气就是解解除迄个和着和伊气迄个气所以讲除气就是即个除气啊，好犯碍着你的将来。真心讲，当我的意上明白啊，早要互来，我是趁你的意思。当要互去，也是趁你的意思。早要互来，早对，读本了，早要互来，互伊来，好，我是趁你的意思。当要互去，也是趁你的意思。第一科学是伊的灵魂，真心想着以前一组的行为，就算伊有影剥落伫色欲的含刻。等者，即句我想起来意思，就算伊有影我头剥落，嘿，就算伊有影剥落伫色欲的含刻，安听有。好，后壁迄个词我毋理解，色欲的是啥物意思？色欲。原来是即个意思，色欲。好，后壁迄个咧含刻就是陷阱。原来是安尼，含刻，我即个含刻我会记一个，但是无听解说就完全毋知影意思。含刻是坑啦吼，坑啊，我讲坑是深坑深坑伊。深坑就了解啊，深坑即讲含坑也是含刻，了解。原来是安尼，陷落吼，是含落。原来是安尼。好，感觉继续读后一段到顶读。好，读好了。好，继续讲煞，志勤就去说法，向因老爸。迄时因老爸已经啥物？已经变世俗。变世俗是啥？变世俗。迄时因老爸已经变世俗。世俗是世俗，但是伫遮啥物意思我无解清楚。因老爸感觉信教哟。我毋知啊，变世俗是毋是就是变无信教啊？有可能。好，继续。无几日，一主话念悲做别人去。上帝的旨意。好，了解意思。好，这段你来读一遍。读到我心内就无欢喜。为什么安尼讲？为什么无欢喜？我读到心内就感觉真袂啥爽快就对啦。是为什么你感觉这段发生的代志是无合理，也是安怎？我认为，敢若自头到尾甲一注当作是敢若是妖魔鬼怪。系啊，的确是安尼。我心内袂介爽快吼，就是讲，对一个
嘿有主动表达伊感情的查某囡仔，即种看法，我感觉实在是我无法度通理解啦。毋是理解，我无法度嘿啦，是接受啦。无法度接受，也是认同，嘿啊，我嘛是安尼感觉，嘿啊，大家呵呵，无介无介爽快。嘿好，啊嘿啊，来我甲读好一遍吼。所以头前即只你看有好，无吼？诶，嘿，我拢理解意思，嘿，放伫心内。哦，对，对，即只安尼应该有看有我读嘿啊，无理解，咱再来讲吼。过无好好，几日，老母来，面有忧闷的款式，甲真心讲，伊主啊，即几日有犯着大歹，第7届。嗯哦，嗯伊拢无解说，但是你大概知影吼，就是讲伊可能捌看着伊主啊含别个查甫安怎吼，哦，已经第7嘿，届啦吼，今仔再来甲讲哦第7届哦，吼。原来是即个意思，嘿嘿嘿，好好好，你是种写甲少避暑的，少嘿，暧昧，所以这爱是小有法度人想象者，无你毋知你讲啥吼。原来是安尼，人生好好，人生点点嘛吼，点仔久嘿，问讲嗯点实在吼，就是嗯讲讲有影啦吼，嘿，讲实在讲有影吼，证据明明，拍算就放弃吼，就是证据明明，伊都阮无讲，但是证据明明的意思讲，啊无就是有人看，啊无就是家己有看着吼，拍算就互伊去吼，若无行了会害着你的将来吼，你看伊将来后生将来较重要，即个新妇的幸福无重要吼，我看了是有心内有够袂爽吼，真心讲，当我会意向明白啦。早要互来，我是趁你的意思；嗯早要互去，也是趁你的意思。吼，嗯嗯第一可惜是伊的灵魂，嗯真心想着以前一主的行为，吼，就信伊嗯有影跋落伫色欲的陷坑。讲煞至勤就转去设法，吼，行因老爸。迄时因老爸已经变世俗，变世俗，无几日，伊主啊连边做别人去，啊，嗯上帝的旨意，好，嗯，大家知影，好，这是这百万，敢有到百万嗯年吼？我印象中这应该，哦诶。啊伊写即个故事诶，也无到百万年，哦，但是伊这写已经日本时代嘛吼，日本时代，嘿啊嘿啊，应该可能有超过100年诶代志啊，然后所以会当啊嘛有可能是差不多，就是迄个嘿，迄当时的概念，对啊，迄当阵伊的思对查某人当想，然是嘿啊，迄个无甲伊尊观重啊，念嘿，对，嘿啊，佮加上伊这基督徒吼，对查某人迄佮嘿较要求佮较嘿，重，所以哦是，嘿，好，咱好看另外一本吼。好。来，我甲停落来。